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係保良局轄下嘅一間特殊學校，成立於1989年3月，提供免費教育及寄宿服務俾6至18歲嚴重智障學齡兒童。學生除屬於嚴重智障外，亦患有唔同程度嘅機能障礙或者缺損，包括需輪椅代步、唔能夠用言語表達、視障、聽障、大腦麻痹、腦癇症、複雜醫療情況，例如胃管位置、使用餵奶機位置、氣管造口、需使用呼吸機、罕有病、雷特氏症、1P36缺失症候群等。佢哋亦有各種嘅學習障礙，例如感覺統合失調、自閉症、專注力不足或者過度活躍症。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哋都有堅定嘅信念，深信每個學生都可以做得到、學得到、愛得到。所以我哋讓到學生多啲嘗試，感受做得到嘅喜悅。我哋提供優質嘅教學，讓佢哋感受學得到嘅成就感。我哋悉心照料學校每一位學生，讓佢哋得到師長嘅關愛，從中懂愛與被愛。雖然學生有多重障礙，但我哋深信透過老師嘅教導，配合醫療輔助服務，啟發學生嘅學習潛能，強化成長過程，促使佢哋障礙嘅程度減低，能夠有助學生發揮佢哋嘅天賦。除咗協助學生認識自我、改善身體機能、提升生活技能，我哋都致力發展學生嘅社交與溝通能力，培養良好嘅態度和品格，以發展學生嘅多元興趣。自2019年起，學校積極發展無障礙歷奇教育及虛擬實境輔助教學，透過無障礙歷奇教育，讓同學跨越障礙、挑戰自己、提升自信、解難能力以及與人相處嘅技巧。在安全而富真實感嘅虛擬實境教室，讓學生如親歷其境般學習各種生活經驗同埋提升能力，包括適應社會能力、探求知識嘅能力、解難能力、手眼協調同埋大肌肉活動能力。透過不斷重複練習，然後將知識同埋技能轉移到實際生活裏邊。學校會鼓勵學生參與唔同嘅學習活動，例如學科學習活動、藝能表演活動、運動會、參觀、嘉年華會、競技遊戲、旅行、親子宿營、境外交流等等，豐富學生嘅生活經驗同埋學習經歷。例如，過去我哋舉辦咗特殊學校聯校內地學習交流團，等學生親身到內地認識祖國。此外，本校聯同保良局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新界區及保良局賽馬會大棠度假村，推行保良局大西北鐵三角計劃，喺各個長假期中為學生舉行多元化活動，協助嚴重智障兒童及嚴重殘疾人士家庭提升生活質素，讓佢哋能夠感受家庭生活嘅趣味，亦為嚴重智障嘅家庭提供到位支援，減輕家庭及照顧者嘅壓力，共建和諧社會。學校亦積極舉辦多元輔助治療活動，包括穴位按摩、香薰按摩治療、音樂治療、遊戲治療等。呢一類活動有助改善學生嘅機能，舒緩學生嘅情緒，亦能夠幫助學生提升社交技巧等等。本校設有3個治療部門，包括職業治療、物理治療同埋言語治療，期望結合學習同埋治療元素，讓學生學得好、做得到。職業治療師會根據學生嘅需要，提供小肌肉訓練同埋感覺統合訓練。另外，職業治療師會提供各種嘅輔助器具，亦會矯正學生嘅坐姿，嚟到增加學生生活獨立嘅能力。物理治療師會多採用運動治療，並適切地運用電療同埋治療器材，
去改善學生嘅肢體控制、脊骨健康，幫助佢哋鍛鍊肌肉同埋提升大肌肉活動能力，令到佢哋可以配合日常生活需要。物理治療師亦都會按學生嘅機能需要，而將學生轉介到屯門醫院嘅專科應診，包括兒童腦麻痹會診同埋坐姿診所。言語治療師為有需要嘅同學提供溝通技能訓練同埋口部肌肉訓練，同時會支援校內嘅同工同埋家長，提升佢哋培育學生言語治療訓練嘅知識同埋技能。學校社工與教育局、社會福利處及其他社區機構保持緊密聯絡，為學生、學校及家庭生活提供支援，包括處理新生、轉校生收錄、支援學生嘅入學適應、安排畢業生出路、為學童及其家庭有關之社會福利需要作轉銜服務。此外，社工亦協助策劃家長教師會，建立家長支援網絡，以加強家校合作和溝通。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會為學生進行教育心理評估，並就其發展及學習需要作出建議，亦會因應學生情緒行為或學習需要提供輔導，按需要適時與社工、專業同工及教師協作，舉行跨專業個案會議，並商議學生嘅支援方案。學校同宿舍部都設有多名護士同埋保健員，駐校護士提供24小時健康護理服務，專責照料學生嘅醫療護理同埋日常生活衛生。學校宿舍部為有照顧困難嘅家庭，為佢哋仔女提供住宿服務，減輕佢哋嘅家庭壓力。宿舍訓練包括流程訓練以及自我照顧，例如進食、如廁、沐浴、刷牙、家居清潔等。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將會繼續秉持住每個孩子都可以做得到、學得到、愛得到嘅信念，用心栽培每一位學生，讓佢哋能夠發揮所長，喺生命中綻放光彩。